接住落嚟出場嘅係香港入境事務處樂隊。香港入境事務處樂隊咧係成立喺2013年嘅，旨在咧係凝聚一班熱愛音樂嘅入境事務處嘅人員，代表部門去演出，傳揚樂韻，與民同樂。嗱，樂或者樂呢個字咧，既可以解做樂韻啦，亦都可以解做快樂啦。咁所以韻同埋樂自古以嚟可以話係密不可分。樂隊咧就希望藉住音樂去促進文化教育。其實而家咧喺樂隊擁有大約有60名嘅樂手啦，而涵蓋嘅音樂種類亦都係相當之豐富，包括有軍樂、管弦樂、中樂以及係流行樂等等。跟住落嚟，請大家俾多少少嘅掌聲，我哋將以下嘅時間交俾香港入境事務處樂隊。
最後俾多啲掌聲，唔該晒香港入境事務處樂隊。接住落嚟出場嘅就係海關樂隊啦。